香港人經歷過幾次經濟難關，吸取過去經驗，再遇上逆境，佢哋都努力捕捉新機遇，想做逆市奇葩。面對經濟步入寒冬，有中小企把握時機請人擴充，冇咁多資金㗎，亦都可以投資喺人際網絡，創造商機。金融海嘯咧，其實係你哋大顯身手嘅機會。只要你嘅服務、你嘅產品係夠好嘅話咧，你絕對係喺呢場嘅點講啊？呢場嘅競爭裏邊咧係勝出者，唔單止係生存者，仲係勝出者添。江岸綠2年前由美國引入咗生意引薦呢個商會模式嚟到香港，每星期1次嘅早餐會，原定7點3開始，但未到7點已經有超過20個會員嚟咗。早晨各位，我哋先用熱烈嘅掌聲同埋個目標就係為生意人揾更多嘅生意機會。個商會咧同其他商會最大唔同咧，佢真係好集中喺個 referral， 即係點樣去公司與公司之間，或者生意人與即係專業人士之間互相點樣去互相介紹生意，就而唔係一個社交嘅場合啊。商會收取每位會員年費，每月會有唔同嘅活動，例如早餐會或者訓練課程，俾會員可以互相認識。平日會員之間就會互相推薦顧客或者服務。我諗咧最主要咧就係為嗰啲會員提供嗰個培訓同埋教育嘅服務啦。因為咧其實睇話互相介紹生意好似好簡單咁，可以係咪聚埋一齊食早餐就可以咧？其實唔係嘅。我哋有一個叫做60秒介紹自己生意啦，我要教你點樣60秒帶出你自己公司嘅特點。而家咧係金融海嘯嘅時間，如果大家咧身邊有朋友因為呢個時間而感到焦慮，可以 refer 俾我嘅。呢種幫會員建立同鞏固人際網絡嘅生意模式，正好喺經濟環境低迷、大家都冇多餘錢大賣廣告嘅情況下，發揮更大作用。莊啟明從事燕窩批發同零售，由於係1人公司，由入貨到銷售都係一手包辦。加入商會之後，佢開始建立自己嘅人際網絡，會員不時會介紹生意俾佢，幫佢擴充客源。其實咧，佢係幫我哋，例如話啲中小企，甚至乎1人公司咧，喺行政方面或者係你揾貨源方面咧，個時間係短咗好多。我哋有時咧有啲 member 咧就本身可能有啲國內嘅親戚嚟香港，咁佢需要買燕窩嘅，咁佢就打電話俾我，就話：我帶個朋友上嚟同你買燕窩啊！積少成多，加上會員嘅朋友又會一個介紹一個。而家佢公司80%零售額都係嚟自商會會員介紹。當你有啲咩需要嘅時，你其實可以喺 referral 嗰時就要求啲 member 幫手，咁佢哋咧就會諗下辦法喺佢 network 入邊識唔識到某啲人可以幫到你嘅。雖然今次經濟衝擊有幾嚴重，仲係難以估計。不過唔少香港人亦都同以往面對危機一樣，努力靈活應變。香港唔係咁悲觀啫。可以好正面去做翻多啲嘢，咁大家開心翻咯。因為你只要過咗呢個嚴冬嘅時候，能夠生存嘅人一定係最壯大。